本集講解2026年及2027年流年風水，分以下4部分，大家留意熒幕。1. 九宮飛星圖。九宮飛星源於玄空風水。喺第一集，量子爸爸約略講解過2026年及2027年嘅九宮飛星圖，現在將此意圖重現，並進行詳細說明。2. 星之含義。九宮飛星圖上面有中國數目字1至到9，呢啲數字每年都會重新排位，我哋暫時只留意3個數字9、1、2。喺九運嚟講，呢3個數字都代表吉星。第一集量子爸爸曾經提及過，2024年至到2043年係下元九運，如果唔明白嘅，大家可以再重睇。9為九子星，亦名右弼，喺九運見到中國數字9就最為當旺，最吉利，所以九子星咧喺九宮圖嘅向盤裏邊代表財旺有利，喺山盤中咧就代表利人丁、利生育。因為本集主要講2026年及2027年嘅流年飛星，所以向山盤就唔長談啦。中國數字1即100星，名貪狼，喺九運為次進財星，為次一級嘅吉星。中國數字2為二黑星，亦名巨門，為比100更次一級嘅吉星。喺九運裏邊，佢哋吉嘅能量比較如圖。另外，我哋要留意星嘅本質，九子本為吉慶，100為桃花，二黑係病厄。即如果我哋能夠利用九子嘅吉氣或者吉方，除咗生財之外咧，同時係亦會帶嚟喜慶嘅，例如多飲宴應酬祝賀之事。同樣，如果我哋利用二黑嘅吉氣或者吉方咧，除咗帶嚟順隨之外，亦同時可能會帶嚟小病嘅。正因為二黑星喺九運屬於吉星，所以病厄凶嘅力量會被削減，病嘅程度就未必嚴重。不過仍需要注意宮位嘅星曜組合，方能作準。喺九運，二黑星所到之方非必要或者唔識風水嘅人呢，就不宜亂放擺設啦。而家留意2個喺九運裏邊唔利嘅數字8同埋7。88左輔星，7赤破軍星，喺九運為退星，見財破財，見人損丁。雖然喺玄空風水裏面38星，18、68、88、68為武曲星，此3星基本屬性係吉嘅，但係喺九運裏邊呢，6同埋8其所吉嘅能量呢會因而被抑制，所以多為吉凶參半。不過九運裏邊88星定主衰退，要特別留意。然後我哋留意中國數字4為46星，名文曲，代表文昌。呢個方位應試、讀書、文書工作極為有利。喺九運裏邊46星不列入吉星，所以吉嘅能量係會減弱嘅。同理，仍需注意宮位嘅星曜組合，方能作準，不再累贅。三碧星名祿存，主是非爭執小人。五黃星名廉貞，為大災星，主戰禍、災禍、血光等。就凶性而言，星嘅基本能量比較如圖。3. 巒頭理氣行為風水。每年嘅流年飛星呢，其實就好似12生肖咁，有其一定嘅準程度嘅。不過以量子爸爸觀察所得，流年飛星嘅應驗程度咧，比起12生肖係高好多嘅。好簡單，全世界每一年都有好多人出世，例如香港有4萬，台灣有10萬，中國約1000萬。呢啲人都同屬一個生肖，再加上每12年生肖就循環一次，至少有幾千萬人係同一生肖嘅。唔通年年講犯太歲，嗰幾千萬人個個都行緊衰運？心水清嘅話就會明白，根本係唔合邏輯嘅。所以量子爸爸根本就唔會重視12生肖嘅因素，要準確仍然係要睇個人命盤嘅喜忌。每年嘅神煞呢，只係加減分，並非影響命運嘅關鍵所在。至於流年飛星，佢幾乎係必定會應驗嘅。例如量子爸爸嘅屋企啦，2024年午黃喺浴室，2025年午黃喺廚房，喺呢2年都有物品損壞，例如煤氣爐壞、洗碗碟機壞、熱水煲又壞、水喉漏水等等，基本係無需要兼顧究竟係啲乜嘢星曜嘅組合，流年飛星都必定有影響力，少則壞下燈膽之類。
流年飛星係屬於風水中嘅理氣，理氣即係數為計算。例如2026年五黃喺南方，五黃飛到南方係計算出嚟嘅結果。有象就有數，但係有數未必有應，還得看巒頭同埋行為風水。譬如2026年家宅嘅南方為地盤，玄學稱為犯煞。本來五黃所臨之方係唔能夠有動象嘅，而家大興土木，則極其兇險啊！如果宅中嘅人運勢本來就已經唔好運，咁隨時可能出人命。尤其喺呢一年太歲方亦都喺南方，依量子爸爸睇過嘅案例裏邊呢，最嚴重嘅宅中人當年就會大病，同年就會離世，破財損丁，比比皆是。當然星曜組合凶者尤確。除咗地盤動工，所謂巒頭煞有反弓水、電纜塔、燈柱、山石、穿心飛印、角沖等，此為外在嘅環境不吉，兼且帶煞氣之象。山石例如山凸而石多有突出，穿心即係兩座建築物間透出煞氣，角沖即係建築物嘅角邊朝向自己嘅屋企。以上嘅形煞正對五黃位嘅話呢，就空降禍臨。內巒頭即係宅裏邊嘅環境同埋佈局，譬如南方五黃睡室喺呢一邊，咁呢一間房嘅人就運勢多有不順。如果睡床又喺呢一間房嘅南方嘅話呢，凶性就更加會提升，易破財得病。若果窗外嘅外煞更凶嘅話，嚴重者大病手術。又假設南方五黃係浴室嘅話呢，咁只認浴室內嘅物品易壞易毀，無關人事嘅。行為風水同為五黃南方，宅中人經常喺呢一個地方呢活動或者久留嘅話，例如睡房、廚房、安放梳化等等，就會比較易招災病。小則精神就提唔起勁啦，屢遇不順。又如果呢一方係擺放冷氣風扇嘅話，兼且成日都開嘅，凶性就會提升啦。四、催旺與化解。剛才所講嘅，假若宅中裏邊嘅人佢嘅命盤係行緊好運嘅話呢，危害就未必非常大。不過依量子爸爸經驗所得呢，行緊好運嘅人呢，通常佢屋企嘅風水呢都係好嘅，就算唔好都唔差得幾多。反而行緊衰運嘅人呢，佢嘅屋企裏邊嘅風水呢就必定肯定係差嘅。通常呢啲人呢就比較難遇到正統嘅風水師或者玄學家，多數都會遇到一啲騙財嘅神棍。就算係師傅，真正嘅師傅啊，擺好陣之後呢，佢哋自己都會破陣嘅。呢一啲就係命啦。一命、二運、三風水、四讀書、五積陰德，自有其道理。衰運嘅時候能夠覓得正派嘅風水師指點呢，都係過去世嘅善因或者早上嘅陰德帶嚟嘅果報。催旺化解之法，以五行為本。中國傳統文化之中，五行係核心嘅一部分。《黃帝內經》裏邊有五運六氣之說。中醫嘅原理亦都係以五行為本嘅，所以要化解，當要用生、扶、益、泄為要，以和為貴。避凶首要嘅其實就係要遠離凶星嘅方位，如上例，如果把床移位嘅話呢，就會減輕凶性噶啦。其次係擺放風水物品，二、五、八為土，可以用金泄之；六、七為金，用水泄之；三、四為木，用火射之；一水用木，九火用土。以上都係化解嘅方法，皆用五行之法去泄抑凶性之氣。例如2026年嘅南方五黃，我哋可以掛印有福字嘅銅畫，咁就可以減低災禍噶啦。如西北七赤，我哋可以用鹽水去化佢嘅凶氣，亦都有效。至於效力方面呢，玄學呢本來就源於道教嘅，而道教以修身升仙為根本。呢個世界上呢，有好多嘢呢係我哋人肉眼見唔到嘅能量存在嘅，譬如而家講緊嘅五行能量啦，又譬如我哋人眼呢只係局限喺見到可見光嘅七色範圍裏邊，實質上呢個世界呢唔淨止七色咁少嘅。不過有道行嘅修行者，
卻能夠看見呢一啲我哋正常人見唔到嘅色譜。所以用法術加持過嘅風水物咧，比起我哋單以五行原理化解嘅風水物，功效咧就差咗一大截。但唔代表冇用嘅。量子爸爸嘅教學講解裏邊咧，多數都係以科學嘅角度去講解玄學嘅，所以就盡量都唔提及神助呢一個因素。流年飛星有冇影響力呢？自己多留意就可以印證噶啦。呢一個係科學嘅觀察，再比較一下擺放風水物前後嘅情況，呢一個就係科學嘅驗證。圖表為九運中配合各星嘅基本風水物，大家可以參考。量子爸爸暫時就唔考慮售賣風水物，所以就唔好留言查詢啦。睇明九宮圖都冇用，唔識用羅間指南針，咁點算呢？量子爸爸會以新片詳盡講解點樣去用指南針，而更詳盡講解九宮圖嘅生成方法，以及其他嘅神煞如太歲、破歲、三煞，將會以另一新片說明，敬請留意。以下簡略講解一下，究竟點樣喺量子爸爸頻道查看翻我哋嘅玄學播放表。大家可以依據而家嘅視頻流程，容易咁樣找到相關嘅影片內容。另外，影片裏邊呢 AN 字頭開首嘅編碼，代表特殊題目嘅講學同埋教程，通常都係為流年或者突發嘅題目。如果想加入會員嘅話呢，我哋可以按加入，然後跟從影片中嘅指引。暫時會員嘅優勢咧，係可以優先睇片，日後咧量子爸爸可能就會將呢啲影片咧僅供會員瀏覽噶啦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本集到此，拜拜。